中营空服员的罢工的行动继续咧进行，为昨下晡4点开始，就伫中营航务大楼的头前有罢工线。中营方面对工会阻碍大门的通行是真不满，双方一度爆发着恶杀的冲突，参中营反罢工的这个地勤的员工嘛来呛声。到昨暝，中营的副总的何庆生嘛甲工会人员发生激烈的口角。罢工行动先休息5分钟。工会一个下令，中营航务大楼前会员开始集合。中营方面嘛严阵以待，坚持工会罢工行动要退出大门。这是长荣航空的产权，这条轨道是长荣航空的产权。罢工开始较不半点钟，双方就发生冲突。工会一直发口号，中营员工嘛不甘示弱。 昨下晡5点，中营停珠峰的一出现，又搁引起冲突。要员工不满出入被挡条例，想要塞车冲过。为什么不能走？你将会制造冲突。我们为什么不能走？到暗时7点半，工会运送物资到现场，准备要起舞台长期抗争，引起中营副总的何庆生的不满。请问你是哪一位？你是什么？空服员联合会。说话，你给我滚回去了！双方为了罢工范围拢无受让，一直到暗时8点半，工会宣布绞件工会会员有几千人。不过工会放调讲罢工无时间表，这个冲突恐惊无遐好解决。